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！欢迎收看客家名律学院，我是今晡日嘅主持人钟怡燕。欢迎来到今晡日嘅课上，台湾文学之母钟小珍。我哋会用2个章节来聊文学家钟小珍同伊嘅文学风格。第一节，我嘅父亲钟小珍，会由钟小珍嘅奶爷带领大家以也视角来看钟小珍嘅生平，还有大陆嘅文学风格。透过麦老师嘅方法，我哋看过伊也文章之后，我哋会谈论伊也脚步行向台湾文学发展，还有客家事务嘅社会运动哦。其本节开始阅读过后，我哋会有机会用完整同全面嘅视角来回望台湾文学之母嘅一生。我哋有幸可以接近伊嘅生平哦。接下来第2节钟小珍嘅文学风格，我哋会提出5篇经典嘅作品。第一作品嘅分析可以看到文学是用嘅上升，还有钟小珍对某共样嘅议题嘅看法。以描写台湾人、原住民还有性嘅论述，有伊自家嘅特别嘅风格。即有题材嘅书写，样样突杂，是好多年后还可以从作品底背来看到当时嘅社会情景哦。透过阅读，我们可以在伊也文学世界中看到伊很用嘅透过写作，还有伊也身份认同嘅一个连接咯。在客家文化嘅熏陶下，写出属于伊自家嘅重要嘅论点，从一开始到结束，以实现改导伊自家嘅作品，伊也论点是也作品底背。还有用嚟去推广社会运动，伊是一个文学家、运动家，更是一个实践家，伊是客家人，也是台湾文学之母钟小珍。